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创世纪27章18节到29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喜乐。伫昨咱有讲到着雅各的妈妈去通知雅各，讲伊的老爸以撒准备要互以扫祝福的代志了后，因就联手开始设计要来欺骗看袂到的以撒。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记载着因怎样欺骗以撒的事。圣经创世纪27章18节到29节的记载安尼甲咱讲：雅各到伊老爸遐去，叫一声爸爸，老爸就问囡仔：你是倒一个？雅各就回答讲：是你的大囝以扫，你吩咐我做的，我拢做好啊。请起来坐，食我替你拍来的野味，你通好来祝福我。以撒讲：我的囝，你怎样遮尔紧就拍着啊？雅各就回答讲：是上主你的上帝，互我有好的机会。以撒就对雅各讲：我的囝，来行过来，互我望看卖啊，你真正是以扫吗？雅各行过去，以撒就甲伊望望的，就讲声音是雅各的声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伊认别出这个就是雅各，因为雅各的手亲像以扫同款生着毛。伊要祝福雅各的时阵，搁再问一摆：你真正是以扫吗？雅各回答伊讲：是啊。以撒就讲：将肉摕过来我食，我食了就祝福你。雅各将肉摕过来互伊，就摕酒也互伊啉。以撒食了就讲：囝，你行过来，我甲你斟一个。雅各就行过去斟伊，伊一闻着雅各身上衫的味，就祝福伊讲：我的囝身上发出的香味，亲像得到上帝赐福的土地所发出的香味。愿上帝对天顶赐福，互你甘露，互你的土地真肥。愿伊赏赐你丰丰富富的五谷美酒。愿万国拢服侍你，愿万民拢向你来跪拜。愿你统治所有的兄弟，愿你的母亲的囝拢向你来跪拜。咒诅你的人要受咒诅，祝福你的人要得到福气。上帝透过以撒甲雅各的祝福，互雅各伊的后代，亲像伊同款得到祝福同款，成做上帝选民的主流，得到蒙福的喜乐。但是呢，咱毋通袂记住，雅各嘛因为欺骗的行为，伊伫后面就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这中间包括伊开21天的时间，伫伊的阿舅的家，为着所爱的太太以及所拥有的财产，伊用欺骗来得到福气，嘛因为被骗来付上代价。然后这个代价了后，就是蒙福的喜乐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安尼的过程。
就亲像本人约翰所写的《天路历程》同款，咱拢咧朝向一个蒙福的喜乐的路程咧进前。事实上，天路毋是一条真简单的路，却是蒙福的道路。上帝真正的恩福是赏赐予遐个诚心追求谦虚来悔改的人的，毋是赐予遐个有学识真悬、自认为真重要的人。耶稣话安尼讲，就伫这个时阵，耶稣伫圣神的感动的下面，充满着欢喜，就讲：天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聪明有学问的人所稳重的事，却无有学问的人启示出来。是啊，天父啊，是安尼安排，拢是出伫你的美意。我老爸已经将一切拢予我，除了老爸，无有人知囝是甚物人；除了囝甲囝所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无有人知老爸是甚物人。耶稣基督并毋是讲追求学问无好，乃是讲当时的人掠做家己真有学问，亲像法利赛人。亲像经学士，也亲像当初时罗马统治的时代，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，因的人追求学识，成做一种高尚的流行，但是却无法度接受上帝奇妙的救恩的启示。反倒当遐个被认为无有真悬的教育水准的人，因为谦卑来接受到救恩的启示。伫上帝启示的下面知救恩是对圣神上帝所感应，圣子上帝耶稣基督而来。犹太人喙中的耶和华上帝，就是迄位天父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耶稣基督就甲伊的门徒讲，因是偌尔得到福气的人。耶稣基督讲，恁会通看见这一切是偌尔幸福。我甲恁讲，济先知甲君王想要看恁所看见的，却无有看见；想要听见恁所听见的，却无有听到。搁一间，咱要引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，甲大家三甲来分享。圣经记载讲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将赏赐伊的独生子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倒转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子来到这世界，毋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所以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得到永生，就要有属天的喜乐。遐个拒绝的人，就甲救恩、甲永远的喜乐来隔离啊！特别的诗篇16篇第7节到11节，真符合着今仔日咱的分享。经文讲：我上赞上主，因为伊指导我，眠间我的良知叫醒我。我时时体会着上主伫我的面前，伊伫我的身边，我袂跌到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袂话互我落到伫阴间，也袂话永远你忠贞的仆人见着阴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我满有喜乐。伫
伫你的身躯边，我有永远的幸福。谦卑愿意领受的人，就要伫遐来领受着主的指示，行往迄个生命的道路。因为伫主的面前必定有喜乐，伫上帝的身边就有永远的福气幸福。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，查某囝着斟酌听，详细想，着袂记得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。王会恋慕你的水，伊是你的主，你着顺服。泰尔的人民会来送礼物，百姓中的好野人会来对你求温情。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，伊穿金线绣的礼服，伊穿绣花的礼服，互人带到伫王的面前。潘家的在色女对伫后面嘛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因欢喜快乐，互人带入去伫王宫。你的子孙会线接你的列祖，你要设立伫因全地做王。我要互你的名代代受着纪念，万民会永永远远来称赞你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明白救恩是对耶稣基督所赏赐落来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